告完啦吼。我本来想讲影片报告就好啊，我毋要阁起来吼。但是有人讲因较爱听见证，所以我嘛用一点仔见证来分享吼。咱今仔日虽然用无相像的方式来分享来推广咱的中保大道，但是咱看到这内底较19个人尔吼。其实咱有103个人次的大道吼，阁有足侪同工无翕伫内底，因为无法度一个翕。未来会阁继续拍摄啦吼。因每一礼拜拢会伫大道室，有诶是1点钟，有诶是2点钟，吼伫遐服侍。咱内面有退休诶牧师，嘛有长老，有小组长，有执事，热心诶会友伫内面咧参与祈祷。常常看伫内底诶祈祷，实在真感动。阁有吼咱。因为什么伫内底祈祷，咱很多有看到，大家有共同的核心价值、核心的价值、甲信念，就是要创什么？就是伫祈祷服侍，用祈祷服侍是真正是足蒙福的代志吼。因伫内面为着教会、为着众人、为着国家社会，甚至为全世界和平来祈祷。这拢是阮大道者伫大道室内底真重要的服侍。阁有伫咧服侍时阵，有看到咱真侪咱的同工，甚至有真热心的同工看到内底有足苦难的兄弟姊妹，伊嘛奉献一笔基金，伫大道团内底，看到经济有困难的，来帮助因，毋单那是服侍，阁奉献，实在是真甘心。咱教会即个事工是伫17年前就已经开始，伫一真长老的时阵就开始运作即个大道的事工。对咱的教会来讲，这是一个稳定的记号甲美好的见证。因为足侪教会因无法度做即个事工，有足侪原因无法度推动。但是咱的教会已经推动17年的时间，这17年来，咱看到人愈来愈侪，委身的同工甲会友哪来哪侪。实在互人感觉真感动。咱实在是感谢上帝，伊将即个稳定赏赐互咱富强教会，互咱富强教会成做一个实在是用祈祷来到伊面前的教会。所以咱教会每一届要推动事工的时阵，阮会将教会所有事工写伫大道卡、事工卡，就是即张蓝色的事工卡。所以当咱教会所推动的事工，阮拢会写伫内底。大道的同工就伫内面祈祷，同心合意守望。咱看到上帝伊奇妙的带领伫咱的教会内面，特别咱的教会建立50许年的时阵，咱较感受到咱教会当稳定成长，是一群点点伫大道室祈祷的兄弟姊妹，因所成就上帝来成就的。所以咱实在是一个稳定的教会，咱会当万事拢会当透过写大道卡来到上帝面头前。有真侪兄弟拢会写大道卡。顶礼拜我嘛会写大道卡。顶礼拜就是咱受洗的日子。我的细汉新妇甲孙仔顶礼拜做伙受洗，我感觉这是阮非常期待的代志。因旧年年初结婚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写大道卡，为着我的新妇来受洗写大道卡。特别阮嘛感觉讲，伫厝要传福音足困难的，对无？咱伫厝若要甲家己的人传福音足困难的，但是咱甲这个代志放伫大道卡的时阵，大家替咱祈祷，上帝来成就，这是一个足美好的事。拄一开始，阮的新妇来到阮的厝的时阵，伊毋捌福音，伊嘛毋捌去过教会，但是上帝甲我讲，你家当做幸福小组的 best 来带就对啊。所以，阮就是安尼甲伊带领。但是，阮愿意等上帝的时间，阮毋知影上帝什么时阵成就，但是感谢上帝，伊足紧的成就。伊伫顶礼拜就会当受洗。伊要受洗之前吼，我的大汉新妇佫讲，妈妈，要受洗呢吼，那我们要什么时候啊？还要买礼物什么的？我说，
唔好互人压力啦吼，唔好互细汉新妇压力，咱做伙来祈祷就好啊。啊，结果伫3月中的一摆，3月中礼拜煞，我甲阮先生啊，佮因细汉囝甲新妇，阮做去食饭的时阵，其实阮甲即个代志一直藏伫祈祷中，但阮就怕要开嘴讲来锁死即件代志吼，拢有当时爱客安尼吼。啊，但是阮先生吼，就直接讲，假如迄个过偌济吼。要受洗哦吼，啊，咱小妍来洗礼敢好？伊马上就点头哦。哇，我心内就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哦，上帝安尼成就。我就讲假如你嘛阮先生就佮继续讲，伊讲无你嘛做伙洗礼啦吼，伊嘛点头安尼吼，完全顺服，这就是足自然、甲足顺利的一个过程，因为上帝已经伫伊的心内动工。较重要的就是阮代祷团有足侪同工伫内底祈祷，毋是公婆压迫他哦，是伊家己有感受到。我讲，我有问伊讲，你为虾米？因为已经答应啊，过几工我搁甲问，我讲，假如你为虾米要受洗？毋通因为公婆婆压力要受洗哦，你家己想会清楚。伊讲，毋是啦，我有感觉到基督徒迄个家庭的温暖。佫有看到基督徒甲一般的人无相像，所以阮的新妇的受洗嘛要感谢会友，伊逐摆来教会时阵拢对伊真好，足好的款待。虽然伊还袂真捌圣经的真理，甲圣经的教示，但是这都是一个祝福的开始。所以我感谢主，互阮会当参与伫即个大祷事工。也感谢主，互我的细汉新妇甲孙仔遮尔紧就来受洗，因为同工会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带来极大的祝福。所以欢迎大家，你若有需要的时阵，你会当写大祷卡，因为大祷卡是保密的，我袂公开出去。你大事小事拢会当来现场祈祷。你要去旅游的时阵，你嘛会当写大祷卡。你有看病、烦恼、困难的时阵，嘛当写大祷卡。特别阮常常伫大祷室内底，为着哀伤的家庭、为着病痛的家庭来现场祈祷，也是软弱的经济困难的家庭，阮拢有替因去祈祷。所以你嘛当为着你家己的需要写大祷卡。有个人讲，我袂晓祈祷，敢会当参加？祈祷无分大祈祷、小祈祷，也是爱讲甲足丰富的内容的祈祷。你只要伫大祷室求主怜悯即个人，求主帮助即个人，主就会来做工。特别嘛，有人讲赤巴老师，我迄工拢无祈祷，伫内底流目屎，安尼拢无祈祷，安尼敢好？我讲袂要紧，当你咧祈祷的时阵，上帝嘛安慰你，互你真做有快乐的大祷者。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咱的大祷。咱这大祷卡已经介绍足侪摆吼，就是哪些的事工，你若任何事工的推动，拢会当写。所以咱教会所有的即摆的对外事工，咱拢有伫内底祈祷。黄色的，就是咱普通的大祷，有分紧急、一般，也是无公开。应允卡，就是你若有应允的时阵，你会当回应上帝听。有当时应允卡一大沓，我拢伫遐感谢主，哇，遮侪应允的事。好，来，咱报名到4月30，咱有3礼拜外的报名时间，欢迎大家报名哦。5月初3有车派礼，欢迎大家做伙来车派。伫对报名，伫1楼公报拿，请咱大家去写。有伫大道中，咱的祈祷的书嘛已经完成。会当出版，所以伫8月，大家拢会当领到一本祈祷的书。好，我以上报告，多谢大家。